大家好，文師傅啊，咁我哋咧有一系列嘅紫微斗數課程，而個試堂咧好快就會開始啦。喺正式開始之前咧，想同大家30歲嘅朋友傾翻兩句。你有冇夜闌人靜嘅時候諗緊份工究竟轉唔轉好？層樓究竟上唔上車好？隔離瞓緊同你拍咗拖幾年嗰位究竟結唔結婚好呢？甚至乎 AI 而家咁流行，過多幾年份工仲有冇得撈？到咗30幾歲人，全世界啲姨媽姑姐都同你講，你應該識揀噶啦。但係講真啦，有邊個真係教過你點揀？一直以嚟咧都係靠估啦、靠捱啦、靠撞板而得翻嚟嘅答案。但係今日咧，我就要介紹俾大家知一套有系統嘅技術。紫微斗數用咗幾千年，係古代有個好巴閉嘅名叫帝王學，淨係喺皇宮裏邊用嘅，普羅百姓咧聽都未聽過嘅。皇帝攞佢嚟做啲乜？第一揀人啦，第二揀時機，揀下邊個可以幫到佢啦，揀下邊個帶兵，揀下幾時決定去出擊。你諗下，正值30歲嘅你係咪一模一樣？古代皇帝就揀丞相、揀大將軍，你今日就係揀公司、揀老細、揀合夥人，甚至乎你身邊嘅另一半啦。古代皇帝咧就去揀應唔應該去出征去打仗，而今日嘅你咧就去揀應唔應該去轉工、創業同埋買樓。老祖宗好叻㗎，一張命盤咧就可以睇晒你成個人生，掌握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、財運啦，仲有健康。記住3個字：緣、因、果。緣分咧就注定點都會嚟噶啦，但係個因咧就喺你嘅手裏邊，個因一變，個果亦都會跟住變。嗱，舉個例子，30歲嘅你都成日會發現一個情況，隔離嗰個同我差唔多年紀啫，但唔知點解咧，佢係揀好個時機，啱啱上到車，又跟個公司跳槽跳啱時間，即係好似樣樣嘢都平步青雲。但係咧有陣時有個機會喺你面前咧，你就有啲猶豫不決啦，驚咗啦，行慢半步啦，結果俾人捷足先登。過咗2-3年之後咧，回眸一看，發覺如果嗰陣時我早啲知就好啦。成日個腦殼裏邊咧都會諗到，我早啲知又會點？問題就係呢度啦。點解你唔可以早啲知？緣分嚟嘅時候咧，基本上係冇好壞之分嘅。但係咧，你睇唔睇得出佢嗰個因果？如果假設佢係旺你嘅，你梗係出盡力咁去啦。但係如果假設咧，你發現個結果會令你勞氣傷財咧，簡單掂你都唔好掂啦。冇咗呢個因，就自然又唔會有唔好嘅結果出現啦。普通人咧，點解次次都係後知後覺咧？就係因為佢好睇唔到個當下嘅結果，先至會行錯步。你識得睇就唔使諗翻轉頭啦。只要你掌握而家呢個因，自然會改變呢個果啦。呢個唔係玄幻，呢個係人生策略。我估你心裏邊一定諗緊一樣嘢，喂，聽落好似好高深喎，我應該學唔識。首先啦，第一，紫微斗數咧並不是虛無縹緲嘅嘢，唔神奇嘅，完全同宗教冇乜關係嘅。佢係一門學科，可以計算，係一個統計學，可以經過驗證嘅技術。點樣驗證？真正學識嘅人咧，唔單止可以預計將來，仲可以好準確地講到你過去發生嘅事。講得呢啲先代表你係識得呢門學問。文師傅奉行一句就係：冇學唔識嘅學生，只有教唔識嘅老師。我整理咗一套又簡單又易學又易明嘅筆記，由零開始跟住嚟，你好快就會上到手嘅。記住3樣嘢：實戰、實戰再實戰。係你背到頭都爆都冇用嘅，因為理論你證實唔到，對你係冇用嘅。我會一單一單實例個案慢慢講俾你知。紫微斗數嘅命盤加埋有幾千個 case， 要幾多有幾多，但係有一個規矩就係唔可以跳 step， 唔可以急，慢慢循序漸進。老師教到邊你就學到邊，千祈唔好話蛇添足，乖乖跟住個步伐慢學。我擔保你一定學得識。一話蛇添足咧，就會添亂子，結果越學越亂。最後畢業嗰日，你會由次靠估變成掌握到人生步伐嘅大贏家噶啦。嚟緊第一堂，我會先教大家幾樣嘢。第一，紫微斗數有分南派同北派，我教俾大家嘅係南北共融。第二樣嘢，一張命盤由36粒主星組成，分布喺12個宮位，入個八字命盤就會排得出嚟噶啦。第三樣嘢就係全程係計算，唔單止係計到你嘅健康啦、性格啦同埋其他特徵，我哋會善用五行嘅相生
生相克，達到更加精準嘅結果。第四樣嘢，排盤嘅時候咧，一定要分男同女，男同女排盤嘅方法咧有啲唔同噶，所以咧一定要精準入到啲資料，如果唔係你就會睇錯噶啦。第五樣嘢就係紫微斗數咧，其實係由農曆正月初一開始計下一年嘅，同我哋傳統嘅八字學咧有少少唔同嘅。各位30歲嘅朋友，學識咗呢套學問咧，你可以擁有好嘅感情、好嘅事業、好嘅財運。善用紫微斗數，明知係唔好嘅結果咧，你就唔好掂啦。簡單啲，令到唔好嘅結果永遠都唔會發生。同學們，係時候唔好再錯失先懂得後悔，攞翻人生嘅話事權喺自己手。第一堂，文師傅會將紫微斗數嘅用途同基本嘅架構咧，全部交俾晒你哋。堂堂乾貨，我哋上堂見。